來鄉親朋友一聊過後啊，轉到倆節目嘅現場咯，嗬，今半日啦，你好空前來報道倆單元，來到你嘅節目當中是係羅醫師哦，羅醫師啊，到倆嘅想講開始來看診到見啊，用喺當多嘅時間來安排嗬，即係講樣板本嚟鄉親朋友到倆嘅生活當中是做得到倆嘅韓藥做倆嘅最好嘅利用，簡單嗬，唔會大上千，韓國嘅效果如果一定好嘅哦。頭先咧，Andy羅醫師提起老鄉親朋友咧講到咧，是係佢樣板哦出售韓國佢規則嘅一隻過程哦，希望本大家用一啲安全嘅東西啦，嗬。講到兩位，可能 Andy 你下天時哦，應該熱發發啦嗬，天時熱，一個做熱愛嘅啊，一等稍微是係講到。也食偶爾會上倆熱背，到倆個數啲背度，咪要看到嗬，要教給倆個啲鄉親朋友設計哦，來做倆個韓藥方嘅倆個熱背款，喺看倆現場，咪要準備，來讓大家講下嗬，一個一般嘅熱背款，嗱韓方嘅熱背款所漲到哪片？係你講倆，啲熱背款嗬，韓方嘅熱背款，喺教大家做嚟嗬，攞當簡單。如當便宜，如效果當好啊！因一般來賣嘅熱背款哦，佢喺嚟強調價格嘛，價都要講緊用小染嘅啊，對，小染嘛，喺度講當量嘅啊，量嘅東西，價冇當量，就感覺冇自害啊，為中嘛，成日啊，農業價都嘛為做啊，所以價都要化學嘅，因你自家做一做效果如何？啊，就當簡單，來做一下咧。好，來你一下就看到嘅，你一隻按照甘草，甘草做咧煮水咧黏嘛，退火消染。哦，呢個殺菌，咁個變相嚟講咧，甘草當簡單，跟住退火嘅。哦，退火應該講當啲鹽粉啊。哦，啊啲係講其他就喺度綠豆粉。綠豆粉。喺度講花石粉。花石粉。叫做攝嗰種係水粉。水氣。所以攝起來嗬，喺度都用咧穩啲噃。係。哦，一般都講通過當啲鹽粉，吹啊，鹽粉啊。哦，吹啊過後，應講到吹到綿過後，然之後亦都咧應講到按做粉嚟用啦。講自家來磨嗬，自家要磨動辛苦咧，所以一定要同做，不然中國風一走就走得咧。所以你一定要同做啊，唔是自家做，你係應講羅醫師係自家示範本大家看嗬，你做得到啲嘅韓藥店，本記得用機器嚟搞，2分鐘叫做磨好咧。哦，韓國記得學專業。係啊，專業嗬，對啊，就啲磨下先，喺度總得同攝哦，全部喺度就發明問題嗬。好，來 Andy 你下你都東西搭啲。粉就變安樣咧。按照粉過後就從用你下手紅啦。變安樣咧嗬，佢從來嘛做得世界哦，係有啲綠豆粉啊。綠豆佢咪清熱解毒嘅，很多菜，好像就講呢個花石粉，係你同落來一種，啊比例咪炒呢素，我就比例啲素啲擺度就要嚟啦，係，然後磨粉啊，你同佢倒咧，穩啲擺，穩啲擺度，然後佢全部倒下去過後，嗬，一啲外撈佢膠皮潤，膠皮潤，韓國呢，膠皮潤一樣就唔會用通絲，嚇用通絲一樣，撈佢膠啊，嗬。看起來只係啲你都未，一隻鋪就其實未做得到韓藥店。係，其實我都韓藥店好啦，一直做得咧。當簡單啊。好，你到嗰下架時候，你係講撇潮咩？嗬，成日呢上外設家來冇，上外設家來懵料咪做得啦，嗬。係啊。咁個就係可能記得會冇睇貴州邊。李老師就喺看到都幫我小膽半咁樣。嚟，你看下。哇！凍香啊！你看下，佢你一個新款上起來凍油。哦，真堅咧，香啊！係來，你嘅香味嗬，上起來到一啲嘅你嘅鋪粉啊，嗬，只係當天然嘅香味，佢冇加其他嘅啲香料咯。係唔是啊，其實都成日啊，食屙啊，好像熱天，然後皮膚容易就打嚟打啊，風啊，就嗰種毛囊炎哦，佢搭嚟凍效果凍好，係一用熱背款嘅時，即係韓落菜做到一樣嘢，係一啲用到啲嘅乾一啲來到一樣是做得嚟。凍好用，你已經夾排冇做咩強盤哦，強盤咪出到一啲毛囊，強囊咪發生嘅問題哦。哦，真堅，你嘅香味撈一般嘅你嘅熱背款啲嘅你嘅香味有冇錯？完全冇強藥。喺做啲門下，從一樣一擺做一樣嘅量嘅結構係如何？一般講做，一樣做差唔多200份，係200當講
量，然后一礼拜份吼，啊，等于就凉散白，啊，最重要就皮肤会强力，做咩黏黏湿湿做唔得。皮肤会强力，做唔得黏黏湿湿，假使从爱底下手红油嘅，做唔得个倒转去咧吼，倒转去过后，这个就爱用夹刀咧吼，所以你本来一只嘅碗好吗？一只细只嘅碗吼。好，来，Andy 安用嘅一只啲东西啊，算起来啦吼，Andy 都不哈是便宜，韩国呢，Andy 做咪冻简单哦，你要是係講到成日呢，啲下用叉呢，嚇，凍肉呢，凍肉都唔係遲到講機係應講嘅，係唔係刺激？韓國啲香味啱上社會填充凍下，好，你係 Andy 嘅熱備款啦，嗬，你係韓藥房嘅熱備款，你係會簡單來老大家來講到，誒看你數啲擺度啊，其實還有其他嘅哦，比如講咧，一個日頭曬過後，哦，你一個你下凍到朋友就有兩種問題，曬過日頭過後呢，嗬，你一個皮膚咧，嗬，是不是咁樣風，咁講係兩個風裂噃，你一度韓語 Andy 看你前頭係嘛？你啊，劉老師講咧係一種熱光性嘅皮膚染。熱光性嘅皮膚染，即係 Andy 下看到嘅咧。看咧吼，你本身咧講就熱天啊，時節就像是熱進駐啊，時節熱出去辦事情啊，做掉事情啊，凍冒汗啊，皮膚散熱條那種紫外線啊，對個皮膚的刺激啊，從劉老師聽下講係種風裂啊，就像是個痛開啊。我會經常我去找啲咧，一種凍溶凍開嘅。你找就開啊，就像是係啊，就像人家食到種就是過敏嘅食物啊，你講嘅蒜啊，芹菜啦、韭菜啦，你講你當同你皮膚都唔好啊。所以了解係運動到，可能係食東西嘅過敏，韓國日頭曬嘅過敏，全部有可能。係。你啊，全做得用安用嘅一隻韓藥方來做，來擦係嘛？你睇先，就嗰啲都止痛嘅啦，係講鎮靜止痛啊。咁嗰啲都做菜，嗰啲係西藥嘛，係化學嘅。要當先就考慮用啲韓國菜哦，佢冬天啫，你講三黃膏，地部叫做講蘆薈。哦，蘆薈。大概講到椰葱、油葱，基本先就消炎止痛退火，啊涼啊，佢咪凍到鎮定嘅興奮嘛，凍好嗬。啊，你講你就係黃我看到咧，一張。你對黃咧好清楚啊。你向前朋友就嚟看下，嗬，安樣顯嚟張，一上起來係。你講抗發炎嘅。抗發炎嘅東西，因為殺菌嘅，但係通黃連強壯，你講佢對皮膚很好，效果很好。係啦，黃白就凍黃，黃芩嘛係強壯，台風咧就要黃解就三黃。好，所以講到是我哋了解韓藥方地部度嘅了解三黃嘅，應該是來講是係對了解應該清熱解毒全部都好。好，清熱解毒，韓國抗發炎哦，還是高本了解。三黃，清熱解毒、抗發炎，韓國抗過敏，好，你係高本了解三黃是冇問題，當然要加一隻應講到椰葱，哈，即係蘆薈啦，哦，好，你係安樣嘅，一道東西，唔過你係蘆薈係一隻問題嘅，佢係濕嘅啊，你係都全部走嘅啊，應用嘅山咯，係啊，你看下，嗬，你係係有一隻。你到菜通嘅鹽粉，哦，安尼講過篩，哦，安尼加啲安講蘆薈啊、肉、烹肉嘅部分哦，咩安尼看到嘅嗆嘅部分係啲烹肉嘅部分，然後通鹽粉，然後通啲講搭濕濕嘅啦，嗬，然後通啲做到呢滾嘅地步。哦，你係是喺你講到卡，你講到油粉又水嘅，安樣嘅一個肉果嘅，了解上講做得差嘅啦，嗬，比用到一般啲。差嘅肉果，講到啲擺都是係安樣嘅。一般咧講凍簡單，因為安尼加嘅，安尼講賦形劑係水，冇就從兩嘅濕濕嘅，安尼冇加當到化學嘅保濕劑，喺度對皮膚就冇幾好咧啊。喺度化學就去皮膚就上頭嘅時節特別唔好。因為就上頭嘅時節是冇錯，做得用呢個寒凍水。我頭先講到啊，發炎嘅時節咪做得用啊。你樣子時啊，啲寒露才能做得先呢。好，濕落去咪唔怕嘅出嚟。好，啊頭先講到。嘅熱備款韓國咧嗬，你兩種來講，做得用幾多年，也係講保存期限來講。聽下要講哦，你喺度做菜嚇，你唔好嗬，用冰箱喺講冷藏嗬，最好係一禮拜通一用。一禮拜用睇。你冇啲咪冇化學東西。韓國唔做長度嗬，一做嗬一擺做，用細乾嗬，用睇是好咧，用睇整個來做，用就講下安全啦嗬，唔驚講啲廢氣啦、變質啦嗬，好，你一直講到熱光性嘅皮膚染韓國了解過敏嘅嗬，也都全部做得嗬。好，嗰三下咧來看下嗬，
了位就是了解热天时间。吼，去到诺贝去了的时间，哦，了解闷了啦，吼，袂掉啦，葱可能袂本那冒葱来拿到了到，了则系安怎嘛解？那种双草止痒丁啊，丁是种又掉酒嘅成分啊，吼，嗰啲韓國菜，我哋大咗變白花蛇草、白花蛇草啦，吼，佢就清熱解毒嘅。清熱解毒。佢當嗰種比通講抗生素差唔多啊。人家就看到散風自愈嘅了解黃博美嗰度了解。出來嚇，一紫草就係涼血嘅，涼血嘅，因為凍河，你譬如皮膚嘅保養、保濕啊、抗血啊，攏凍河啊，啊啲解毒嘅咧。食草，從下來用，你啊滿咗調度嘅時間啊，按個個佢啊治開啦、治腫、治痛，效果凍好。安樣先嗬，所以就講到嗬，安啲啊，你調嘅應該配方來講啦，嗬，安啲啊做得拿來做一種運用嗬，你一個步驟要慢做呢。通常以前從種落風來年，即個末年嗬，凍麻煩。以前嗰陣唔是種到重新混用嘅咧嗬。唔是嗬，啊把頭掉酒下去。哦，浸酒幾多年咯？大概係3年。3、5年就到，冇超過1禮拜。3年就做用咧啦。有冇超過1禮拜咧？因為嗬，你地步長久，個酒嘛咪變菌咧，空氣種氧化，從中咪，你就趕咗就打開來。我想講咩泡落酒來啉，唔是變同多嘢啦嗬。第3點就那東西煮水，如果本來新粉喺度出來嗬，豆腐卡煮一下，半點鐘就做得咧，東西煮一下，然後變我趕咗地步，嗬，啊就開下時間拿去過，你唔是咁變長久。哦，你是唔降機嘅了解保存期限嘅吼，就病人愛用嘅時間做得來講，係因為佢啲部都要煮下，煮嗬，一個要煮過，要煮過，哦，跟住新粉後尾出來嗬，你就像就用棉花棒揼揼個個嘅嗬，唔係即皮膚做咩要上條喎，因為成日去做啊，滿充咬來回數，佢種起來咧要上條些，冇用咧要煮嘅新粉。哦，要上條嘅時間嗬，即係要爛皮嘅時間嗬，是唔冇個用了解要煮嘅呀。新款哦，來到去提倡鄉親朋友嗬，你講老師是真嘅嚟嗬，為大家來紹介到你按到種誒，看起來全部是咁簡單嘅嗬，唔會難哦。你一嘅啲假使講嗬，然後又撈成因咧強下，全部偷到妹來做，你遲到你將你學建議講，記得你按到將行業備份啦嚇，韓國你係講到滿了調度嘅啊，或者都按到東西，韓國散黃嘅散網過嚇，學你嘅，我用你將合適合大家強下做，親子強下做。兩種簡單，同埋兩樣嘢備份嘅時間啊，跟住種落菜一年份，哦啊。用嘅時間嗬，個特特嘅嗬，就用喺趕嗰啲就當好用咧。所以其實全做得咩嗬，唔會凍難。因為兩個48行咧講當好做，又便宜，效果又當好。係好做，便宜，效果又好，韓國呢唔是本事太錢啦嗬，也嘅講啊，一啲嘅錢，Andy 做得又當好嘅隻效果咧嗬，也是 Andy 啊，老意思，老明宇老意思啊，都講啊開始啊來看見到見到啲。按用心來整理出來嘅嚇，亦都簡單嘅韓風，我嚟大家來做一隻分享。先到兩位來聊下，家下呢就個繼續來打嘴鼓。